来看中华和美分局有一个姓黄的警察，伊做警察高档咯。最近伊家己翕一寡真离谱的影片，亲像是穿制服唱 KTV， 用加速炉点烟，用尻川放烟火机哦，佮将影片铺伫网络顶头，引起争议。这个警察嘛伫面册讲，伊准备要离职咯。有警察当然是讲哦，可能是甲伊摕到饼的科技不满有关系。中华和美分局是表示讲，这个警察的行为伤害到警察的形象，会给予一记大过来处分。画面当中的环境穿着制服，直接伫 KTV 唱歌，甚至佮用压缩炉点烟来食。上含的就是用胯下来夹仙女棒，做出不雅的动作。影片伫社群网站里流传，引发不少的讨论。那当然是不雅不好啊。怎么说？因为是不好的示范嘛。根本不佳的，只是说有些人他会想说，我就不做了，不做最大。因为毕竟你是人民的保姆，还是要有一些形象在。影片当中是29岁黄姓员警，资历有9年，任职过新北、三峡分局的差甲派出所，2019年10月调到中华和美分局的大厦派出所。警方表示，黄姓员警平时表现无好，工作态度也真消极，被列做态度的对象了后，拍算伫22号辞职。不过，在迄条搞怪影片来影响警局，就会记一大过来处分。有巡逻不确实，以及装备领用不落实。那另外也有勤务中用手机观看影片，以及这一个受理民众案件有延宕。那这些种种都做了一个行政的惩处，所以导致在我们年终打考核的时候会一并纳入参考。黄姓员警阁留言表示，影片拢是伫现任的所长人来所翕的，未着连带处分现任的所长。不过，中华警方表示，所长的表现真尽职，意思是将伊的科技拍了饼，伊就用影片的方式来学爸母。除了要后续追查翕的人是朋友还是现任的同事，来继续落实员警的监督甲考核的工作。记者中华采访报道。